修心内无烦恼。我们在这个世间总是会遇到许多恩恩怨怨、是是非非、人事复杂的事情。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如此不单纯，但是面对这样的环境，我们的心中不能起烦恼，不能起分别。我们看什么都顺眼，这样心就能减少负担。一个没有烦恼的人，就是世间最幸福的人，是最有福报的人。一个人没有烦恼，是世间上最大的财富啊！修行人心中没有烦恼，就是清净。内心清净，佛性才会显露啊！修口中多说好，我们的口中要经常讲好话，见到人要经常赞叹，亲切和蔼地对待别人。修行人做要做好，想要想好，说要说好，说出来的话要给人信心，给人欢喜，给人希望，给人方便，这样才能与人结好缘。一个人如果说话硬要占上风，老是咄咄逼人，在言语上与人结恶缘，那么这个人在生活中就会阻碍重重，无法顺心满愿。修所交皆君子，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现在这个时代龙蛇混杂，我们与人交往一定要谨慎。如果对方是一个花天酒地、有不良恶习的人，我们就要尽量避开。社会新闻上经常可以看到，许多人因为酒后乱性，或是沉迷财色、烟酒与毒品，最终走向不幸的结局，甚至害死人命。我们千万不要到了那种地步才后悔。平时交友就要交君子，一个人有正确的道德观念，能够给我们正面影响的人，一个慈悲敦厚，能在我们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关怀的人，一个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会加害于我们的人，这叫做君子。修大家成佛道，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解脱成就，也要希望别人能够解脱成就，这是我们修行的重点。心中不要自私自利，一定处处都要想到别人，观察别人的难处。一个人无法接触佛法，是他的因缘还没成熟，我们就要想办法引导他，帮他牵上佛缘，为他创造平台，让他能够听闻佛法，或是佛的名号，这样大家种下佛的种子，未来都能成就佛道。与我们有缘的每一个人都不要放弃，不要让他们堕落恶道，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大悲大愿。佛的悲愿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，而是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他都要救。佛的慈悲愿力是平等的，他没有分别，
希望大家都能成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知见，我们的想法要跟佛的想法一样，我们的说法要跟佛的说法一样，我们的做法要跟佛的做法一样。我们如果能秉持这个理念，大家个个都可以成佛。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成佛呢？就是因为分别心太重，执着心太强，贪嗔痴等种种习气，以及烦恼妄想太强烈，因而造成我们自己本身将佛性掩盖了。所以佛劝我们听经闻法的目的，就是要告诉我们万物皆虚假的真相。在世俗人的眼里，总认为能得到世间之物是越多越好，可是在佛的眼里，这些东西终有消逝的一天。在这个世间实无所得，所以修行应当学会放下。我们透过修行，虽然得不到什么，但却可以让我们失去种种不好的无明习气，放下世间的是非恩怨。这就是佛今天为什么可以成佛的原因。我们修行千万不可本末倒置，应当回光返照，弃恶向善，这才是佛最欢喜的事。南无阿弥陀佛。